但係金龍喺度咧，就梗係覺得好勁啦，因為平時都即係唔會見到冇金龍啦，即係平時都係舞獅咁啦。所以咧今日咧見到100頭醒獅已經好壯觀，見埋呢條金龍咧就更加壯觀咯喎。咁香港回歸10週年咧就梗係好開心啦。咁希望今年咧香港都好好啦，以後都好好啦。現在邀請大會負責人及主禮嘉賓上台就座。劉月有請小姐。金龍醒獅大巡遊。美華太平紳士，熱烈掌聲歡迎籌委會首席會長、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太平。同時邀請是次活動嘅主要嘉賓，各位請坐。現在有請籌委會主席。大巡遊開幕禮，表九龍西區各界慶回歸核系列活動。係嚟之不易嘅。事務總署署長陳金美華太平紳士會進行呢個金龍醒獅嘅喺度咧，我哋咧係錦中先生。香港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金美華太平紳士。陣時咧為右邊嘅金龍點睛嘅中聯辦九龍。